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针对我哋更加几度沙期嘅老人家揾人口越来越多，嗰時嗰度沙期地方旅遊成立嘅沙期嘅關懷基點。那關懷基點呢，一方面可以提供一種支持，還有強化我哋沙期嘅功能，同時嘛可以幫我哋嘅老人家可以睇代替老化。同時嘛，有幾種人去提聽書。我哋今日要想到係來自我哋竹田鄉竹安發展協會嘅蘇湘勇牧師來到我哋現場，伊哋成立了伊哋沙期嘅關懷基點成立咗幾久啊？同時嘛，做幾多去支持我哋老人家代替老化嘅伊啲想法。我哋馬上歡迎今日牧師來到現場，蘇牧師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哋觀眾朋友大家好。牧師，我想請問一下喺節目嘅開始以前，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先紹介一下自己好冇？好，我係屏東竹田教會嘅蘇牧師我本身係新竹關係人因為神學院畢業嘅時候，就從周邊一處前咁樣啦，一處都處到屏東竹田啦，所以一待都離下25年嘅。我哋畢業嗰時拄好有兩個地方，係客莊教會是了牧師嘅地方，所以我哋都用厝牆嘅啦。可能我用客家來傳教嘅、來傳道嘅地方。係。咁其實來到竹田嘅時節，要發現因為其實南部嘅客家莊嘅建設同北部客家莊嘅建設還是冇共樣。冇共樣。係因為北部其實個話講我哋喺山邊啦，嗰時候其實看到個山景，南部吧其實都看到講個屏東平陽嘅地方啊。咁其實來到竹田嘅時節，對我哋南部綠島嘅印象係點樣？其實我冇來過南部嘅客家莊，就知道可能見過咩唔啲啦因為我係啲關係所以有安部咋嘅時節。你講11點出去記錄係啲遊人10點時咧就係啲遊。唔過到竹田7、8點就冇門關咩水冇嘅。竹田其實真係蠻算是我哋個鄉下嘅地方啦。嗰時安徽甚至都唔像都市鎮嘅呢種關係其實還是個鬧眼。但是入面真是都差唔多7、8點都冇人咧，個清理嘅地方。咁從25年來嘅話，你一直都聽我哋竹田教會嘅服務嘛，咁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因為今日有想到講，係即個係啲竹愛發展協會嘅理事長嘛，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竹愛發展協會當初做乜會成立呢個發展協會，同時呢個發展協會呢個服務嘅內容係乜嘢？我哋一名愛按到竹愛建築嘅竹。愛是咩？愛嘅意思就係講，希望能夠在竹田上能夠建築起一個有愛嘅環境有愛嘅環境。呢個環境包含對人對一家、對家庭，甚至係對環境我哋希望建立咁樣嘅在竹田上建立咁樣嘅氛圍又係我哋成立一個竹愛協會嘅出發點啦。當然，我哋一開始係對裝批開始來服務，所以先有嘅關懷起點。不過做一參以後，發現到愛同公部門你接觸嘅時節，我哋因為年代係用教會嘅名，財團翻譯嘅名，我申請青島經費嘅時節我遇到青島嘅麻煩，我走來走去想係咧。自家總意咧協會好咧，用完嘅話，我哋嘅對公部門嚟講，一下出隻，天意就講，我哋係有乜嘅法通嘅話都通過我哋一個採啲嘅協會能夠同沙期人共下來分享咁樣嘅。按你意思講係先有基點，那開始，那後來那有發展協會係。嗰時隻基點唔係一定要同發展協會做合作冇，所以頭先講我哋都係用教會嘅名義。嗰時105年成立基點時係用教會嘅名義去申請係咪？嗰時隻中國我想我是用教會嘅名義申請嘅基點。冇嗰時隻政府都講，反正我要團體嘛冇錯。咁你哋團體嘅物價就講，嗰時我哋冇協會，冇到種教會嘅名，問政府講做得冇。
做得哦，我哋就用兩個名。其實在屏東差唔多有2間啊3間吧，那係用高飛嘅名。唔錯，用高飛。因為大部分人來講話，如果先成立的發展協會啦，摩羅沙奇發展協會，好，那我開始去講承辦啦，承辦也要記點嘅一個業務。嗰時一開始嘅時候用，如果單純用高飛嘅一個名義去辦咧，但嗰時陣我想到講用高飛名義辦一個沙奇嘅講管法記點。也係一個出發點，就係講我哋希望高飛吼，那能夠俾大家認識啦。其實高飛在做電今年70多年，70多年有時間。發現到沙奇人冇了解高飛，高飛其實就冇了解沙奇啦，所以在安尼種人研究嘅時間發現到嗰種有啲無形嘅圍牆都喺當地啦，人面識人面識人雖然年沙千叫嘅，就像都市強當嚇，大強按叫嘅隔壁想乜嘅都唔掂，都變成像種高飛嘅名嚇，種咧。高飛嚇，介紹俾我哋沙奇人來認識樣嘢。因為按你講開我嘛真係發現到講，譬如講睇我哋幾度嘅客家種地，譬如我係女鋪嘅嘛，我女鋪馬路有啲種落高飛，係嘛係啲改叫嘅高飛。但是我哋問題講你嗰早期嘅時候，嚇，你高飛話有很幼稚呀。好，其實還有要發面粉啊！好，嗰種其實他個人對高飛還有各有話講嘅一個機會啦，但是講係通幼稚園啊，冇其他事情。但是真係聽到人家時代冇共用嘅時間，如果感覺到嗰種除咗聖誕節啦，嚇高飛要辦一些活動以外，其實嗰時候人會同多多少少會同高飛有乜嘅接觸到。嗰種目前嚟講，我們發現到其實作為啲基調唔單止講去向外面人開始嚟認識高飛，同時嘛，向外高飛去認識我哋更加，譬如講而家比較係竹田鄉嘅一啲地方，因為其實對於台屏東嘅一啲農村來講嘅話，吼，其實老年化，我哋講老人化其實更嚴重，幾度係生意呢，全部喺外面工作，有時連禮拜六冇辦法過啦，可能一整年、2整年後過來看一下太陽曬，太陽曬有時就睇到卡，有時都真的是當初簡單說，就是唔有時，那可能一年當時一場。嗰時其實睇沙，我哋講睇沙奇地步老年化產生嘅問題幾重。咁即係睇入邊做25年嘅目前，即係有感覺到講，譬如講而家所在嘅竹田老年化，我都講而家沙奇地步嘅太陽曬嘅生活嘅情形樣嘅嘛。其實老人家嘅生活，我哋南部講幾簡單啦，農忙期就講割場嘅時都田方。做到農事，冇都種到菜，睇地嘅生活都係咁樣。不過你去田方做事係一個人，冇都遷到都2公婆，係喺相當於咧前嗰啲封閉嘅嗰種嘅空間啦。2個人可能講冇兩句話，講好嘅話都冇事，講唔好可能都吵死太死神嘅。但係譬如講，安尼環境係喺。幾狹嘅很狹隘的環境空間啦，迄講有啲地方可以俾人安尼認識嘅朋友可以來安尼打嘴鼓，來唱歌然後來上課然後來吸收一些新嘅知識然後，用嚟防止自家放多啦，用嚟防止自家痴呆啦，按到喺課程俾人來吸收新嘅知識。對佢哋嘅上面來講係一種無相當嘅看法，因為佢哋可能。好長嘅時間冇讀完讀書，了解嘅東西也冇得，為到照顧家庭咧，為到乜嘅好時間上去學習可能環境也冇法度啦。因為從談到老人家講，老嘅冇路種嘅乜嘅都做唔得，都變成個小級看待自家啦。講下難行都經常有啲電視嗰種嘅氛圍啦。其實人生唔是按過於太過於悲哀看待嚟後判斷嘅人生啦，所以我都想講係咩可以創造一個，冇講天意，甚至第3嘅青春青春期，不一定可以在那個年老嘅時候，因為講自家係有價值嘅人，自家係有價值嘅人，又係我哋嘅
重心嘅思想啦，啊，对即个要有一个较正面嘅看法，吼，对即个要有较积极嘅做法，吼，唔免讲都小急紧等安尼。头头我哋咧牧师讲嘅夢想吼，因為其實睇我哋想下吼，佢到啦，我哋咧睇現實吼，也要工作，大部分都喺啲地方啦，工作嘅地方都冇乜地方可以去嘅。嗰時我哋咧社區嘅關懷基點其實提供一啲佢睇下人可來打遊戲啦、學新嘅東西啦，甚至都變成有人來關心嘅一啲地方。但是其實冇簡單做呢。因為吼，其實只講嘅人數愛幾多，吼，尤其係講唔單止講做到1年、3年，吼，做乜講我哋講5日期，吼，其實變成講服務嘅人數愛幾多。咁當初係一開始都先做1年，還是講先做3年？我哋一開始先做半年，半年做將1年人吧，哦，人就會講，你哋要做1年嘛。按照羅馬的情況啦，因為1年半年吼，你上來嗰個，因為講本呢條裝批學習較多吼，其實真有限啦。1年安尼考慮也冇幾多時間啦，所以我哋就做1年啦吼。啊，不過大家安尼反應越來越好，幾好吼。啊，人就講啊，唔得就做5年好嘅。哦，我講5年哦，嗰5年嘅課程樣辦咯。唔怕啦，我哋都睇想辦法啦。啊，所以我哋就睇淡嚟做5年嚟啦，嚇，睇淡做5年。那其實做5年係有一個目的啦，就是講你裝批1禮拜兩禮拜，嚇，像嗰種冇乜嘅時間嗰段啦。你講5年嘅話，當然可以來，當然可以見面，當然可以安尼來了1年做了學習。啊，相信對於人嘅想法來講，會價錢無限，嚇，會價錢無限，因為可能有啲人係來做農事，嚇，啊，所以喺講有啲時間，比人來安尼2點鐘嘅時間，啊，又可以學習，又可以有食飽嘅，啊，又可以，啊，有時冇講跳動注意做事都可能啱啱下課嘛，嚇，咱到4點人都下課，就可以做到填寫，安尼1年嘅時間都可以夾到高鐵咧，像上課樣個啦。嗰個伊啲社區嘅關懷基點，伊唔單止係伊啲同他個人可以互相交配嘅地方，同時嘛係他個人可以互相照顧嘅地方。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我哋來自竹田鄉竹愛發展協會蘇雄勇蘇牧師來到嘅現場，同人講當初係樣去成立我哋嘅社區嘅關懷協會嘅一個基點。我想請問一下吼，因為頭都有講到講，其實因為一啲關懷基點後來變成5日期嘛，吼。但是一開始嘅時間，伊係咪一下就可以數到咁多人咯？冇，一開始我哋盼嘅時間。我哋教會人講，牧師，社區人講教會盼你啦。哦好，我哋想講教會盼你乜嘅意思唔知嘛？教會盼你意思就是講，先從1來人來做禮拜啦，來信耶穌啦。我心裡想，哦，可能來參加人可能會過少啦，嚇。不過好佳在一開始我哋有差唔多20人嘅人。20人嘅人，我哋就安尼幾年前安尼做，慢慢地去培養那個彼此嘅那個信任感，所以人數就越來越多，但最多差唔多會到48個人，冇包含志工哦，因為我想我哋嘅一種組做最多都湊6個人啦，做8種組最多都48個人，冇包含志工啦，我哋最大的容量啦，我想法是話，我哋最多人差唔多都啲但係因為以前嘅關係，所以有啲老人家，嚟講有啲已經過身嘅，有啲已經無法度行嘅，所以我哋呢下差唔多最多人差唔多40人嘅，差唔多當日早晨都有30人嘅老人家來呢個關懷基點，所以變成講。在那個社區當中，有啲人
已经习惯了，甚至有呢8点人就门口等的，8点人就来参加的因为其实除了可以按摩啊，可以运动啊，可以唱歌啊，比较轻松的那个机会啦，时间。可是谈好了，你用慢慢的，他讲人都可以对讲，哎呀，考场里边都提讲，因为真是係因为宗教嘅原因很他讲人来欺骗的，或者讲很他讲人来强下嘅。咁像我哋一般来讲嘛，因为人家做到5年其实考场嘅安排变成一个几大嘅问题咧，因为其实我变成几多年，咁一般来讲嘅话，一般我安排用嘅考场。其實一開始我哋嘅題目票就會音樂啦，題目票就上嚟嘅音樂嚇，因為音樂啲東西老人家也好，細人也好，都非常嘅愛啦。音樂就係一種國際性嘅語言，按許多呢，你嘅唱歌也好，表演也好，你都係一種非常好可以來表達嘅方式，表演嘅方式。所以我哋嘅大方向都標在一個音樂呢方面所以呢幾年下來，我哋訓練做啲打擊樂有合唱團還有加賀舞節奏嘅那係按叫那個學嘅首領咪首領首領有本哆來咪發嗦拉西有本佢哋那個可以按那個搖啦所以音樂嘅東西好聽嘅音樂聽起來心情都加輕鬆快嘅都唔會鬱鬱卒卒嘅樣嘅，所以我哋嘅大方向就係對呢個按嚟來做出發點嘅樣嘅。你經驗下來，我哋按嚟訓練我哋都驗證誤判嘅那個打擊樂我哋連2年啦，金質獎，關於話講都第1名。合唱呢比賽呢，每2年8，每2年，你係咩第1名咁樣未當第1名咯，我哋昨天上總都搶咗10分，所以呢就總比來講對佢哋嚟講，有按樣嘅機會，一方面可以表演，二方面就得到那個上總嘅肯定，完全冇一樣嘅一種嘅認識，唔係講從頭到講我冇卡等可能電路電手機你係非常嘅積極，所以我哋沙期嘅那種嘅發動力非常嘅強當然我哋嘅裝備也非常嘅強備經驗按嚟比下來仲有得金質獎以前都講冇事，我哋冇去比嘅啦，冇咪拜比到我哋踢本拼人踢啦，本拼人踢啦按嚟講好咁我哋都嚟休息咯即係拄好疫情嘅期間都差無乜嘅訓練。我相信對幾多太醫生嚟講話，伊真的是一生人就做農事冇想到睇下攞時因為有啲機會唱歌去表演去得獎，都幫我哋啲鄉長搶食飯真的是相信可能真是冇想到，我真是睇啲年紀人睇嘅時候，做出以前冇機會做到嘅事情。佢像我哋譬如講我哋嘅音樂啦你講節奏嘅部分，其實對我哋太醫生嚟講，真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教育，唔單止講係音樂對人嚟講嘅心情會幾好，聽一定用我哋講打節奏嗰時，其實對人嘅身體嚟講嘅話，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種幾強亮嘅一種運動那真係常常會發現到講，所以我哋有啲太醫生去比賽嘅場合帶下是在幾鬧人，帶下出嚟嗰種唔前上台嘅嗰種老人家應該。其實老人家嘅家屬全部會睇嗰啲翕相咁像我哋如果喺老人家開始去參與我哋咧關懷幾點嘅考場開始去練習，甚至去比賽嘅時候，一定都看人嘅想法朋友。因為非常嘅支持甚至係有限為了天數做志工因為人家發現到，哎呦，我嘅阿爸阿媽平常時可能惡曬可能更嚴條嘅，更嚴肅，因為一上台完全變樣，變無腔咗嘅嗰種嘅因為比賽嘅東西嘛嗰種專注嘅精神係講那種我阿爸可以打出音樂出來，可以創作歌。
可能对家来讲，可能都唔會錯哦。都會用較無共同嘅角度來看自家嘅社會啦。因為我哋談到一個故事㗎，你講吼，譬如說有一啲某嘢吼，平常他們一隻日啦吼，至少要跪去帶伊爸爸媽媽出去行行啊啦，吼聊聊下，希望免疫管理體都卡嘛冇辦法。啊有一陣咪也爸爸媽媽講，這個冇得請來哦，講做乜咯？我哋練習幾無限。係，我哋考比賽啦，係，即個冇嚟範圍我禮拜六、禮拜日全部攝下我放來吼。嗰時你發現到個，冇上到去參加一啲沙期嘅講法幾點嘅，爸爸媽媽有事做，吼有事情，吼冇唔是講生意，愛去皮對生意來講，我爸媽係一個櫃台一個，可能講櫃台一個鼓勵啦，吼至少講媽會放心講爸爸媽媽睇上下有1000年。可以哋互相照顧。咁從以教會嘅角度來講嘅話，可能第二派一啲算是一啲學習嘅地方，嚇唔單止像頭先我哋牧師講嘅，希望講讓外面嘅人開始認識教會，同時嘛，因為係學習嘅地方，讓教會嘛認識大家。咁從入去一啲機會吧，牧師人哋做按當人有乜嘅想法？譬如講我哋社區關懷據點，即係因為講對於以前來入邊因為宗教嘅關係嚟到阿沙期，但是而家因為學習嘅關係，因為關心嘅關係，要認識嚟按到位嘅我哋講睇意思，其實有乜嘅差別冇？我講即係有乜嘅想法？以前係都睇充電都不用睇寫完啦，嚇看哈林人啦，然後講兒童快樂人，所以行對路況啊。都聲言都會喊嘅，牧師，仲係因為你啲裝備都根本唔點乜嘢，但係講聲言帶船係突然間講牧師，哦，跟牧師哦，始終無同意乜嘅，有乜嘅，要搞切嘅關係啦，哦，有乜嘅可以講翻嘅地方一樣。唔過我哋下安尼攀談時節吼，有時因為下。行對大家眼睛足甜嘅吼，認識眼都變青島嘅，哦，就叫迄個沙記，來坐啊，哦，來坐有時間來啲家吼，伊就帶副橋嘛，來啲家家都冇去哦，伊都講根本冇來眼冇看哦，哦，冇講下次你也冇時間啊，有人嘅時間就講。對於教會嚟講，真係都揾沙記，嗰度沙記嚟認識嘅，嗬。按原看當然安尼按當然，你到教會嗰度，唔只有我哋嘅關懷據點嘅地方，有時間咱係見到表演，嗬，咱係上台，為咗愛本地人就上台嘅嗰種嘅氛圍啊，嗬，都帶到教會嗰度。教會嗰度嘅拄好就樓台，安尼一層一層，我講好，你下都安尼哦，你按樣嚟入場，吼，按樣嚟出，吼，該床梯一樣嚟，俾人練習啦，吼，用而你乜嘢人家唔會講許多嘅，用個邊安尼無共同嘅地方，都會緊張嘅，哦，人嘅地方都係安尼嘛，吼，都無共同、無熟悉嘅地方都會緊張，但係講都有排練過嘅，哦，就這樣樣嚟進行。安尼緊張性都變非常非常嘅少。嗰所以嘅沙期嘅關懷據點，唔單止係一個學習嘅一個中心，同時嘛係認識人我一個幾好嘅地方。尤其下我哋下入嘅沙期關懷據點裏邊，會有一個人夢計劃。啊，人夢計劃係乜嘅呢？我哋下一段節目會講問下，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氣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竹田鄉竹愛拍攝協會嘅理事長蘇雄勇牧師來到嚟現場同人講，而喺沙期關懷據點嘅一啲課程嘅內容，我都想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哋提供去人哋沙期嘅關懷據點裏邊有一啲個有名嘅圓夢計劃，嚇，呀，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當初我有樣嘅計劃嘅一啲心聲？我想每個人都會想要做乜嘅事情咧，一種嘅夢想啦，嗬。
可能後生時上去做唔到，那係講甚至講離下上去做唔到。我都想到講，係咪有人用嘅願望計劃，可以來幫我哋嘅裝備，在佢哋嚴重嘅時節，可以有無窮當嘅體會啦，無窮當嘅體會，呢都係一開始嘅一種嘅出發點。如果佢哋人生嘅路唔係講係搶安容易，就安容易啲。其實安尼行一下玩一下，可能我有看到無窮當嘅風景，嚟對自家有樣嘅改變想法安容易。所以可能第一年都盼坐高鐵去台北，去總統府，去參觀，然後我去一人一台了，唔係啲大下間我保養，安尼行到上到個蛋糕去，然後又坐高鐵到這裡，然後坐火車到終點，呢其中就我係感覺最奇妙嘅事情啦，第一就係講，我哋到這裡昨天嘅時間，它引起一個很大的效益，要錄音架我等一下不會點啊，我唔知道，喊電話就講，我要去總統府呢，我去過嘅啦，我都是我變做事啦，咁有啲總統府失主嘛，那有我去2-3擺都冇，唔識啲總統府點解都失主，我哋有呢，你看相片啲啲咧，我要寫相片唔見。哎呦，安好因為搶到啲總統府點解都失主我就拿出來點了都裝備都個奇妙啦。他可能我哋轉到昨天差唔多9點，唔係9點，我哋喺上莊富民鄉帶定佢嘅主幹啲火車站等我哋呢，要帶定點心呢。要餐盒帶電你火陽燈歸來，火陽燈歸來非常非常的感動啦！所以都變成講用人嘅那種嘅發動隨時雖然講係一種隨時安尼了用人不過對佢哋有真是無窮當嘅體會啦。韓國就係講我不一定坐高鐵我唔係講團體票安尼，咱行那個團體嘅門票，我一張票一張票不一定拿定。一時拿人隻票去錄嘅，不如送入去，然後啲人會變出來去辦個票伊啲每個人都去安尼體會啦，唔係講安尼團體出現，安尼讓遊客坐高鐵嘅一種嘅感覺啦，差到第2擺我哋就去到屏東嘅恆春嘅地方了第二擺了流量嘅。從電梯咧就講去入境，都是多數像18像日本嘅奈良安樣可以錄嘅安樣。下主題我哋都本亦都裝備去騎馬嘅，騎馬嘅，你做咗地點講可以俾人騎馬嘅，但係。騎馬是講翻騎馬嘅，你講騎上去哎呦個馬，有我按過咯，講到危險我哋話有種調查咩差唔多一台遊覽車咩差唔多有30-40萬人體擺騎馬嘅呢。不過你對佢哋來講係真是人生冇體會過嘅東西啦。我哋第3擺就係去高雄了。參觀沙期啦，其他嘅沙期學習，我哋充電都臨暗嘅，坐那個遊艇，遊了那個高雄港，差唔多1點半鐘嘅時間。2點我哋都開放家屬來參加，所以我哋。2台遊覽車80人嘅人包了台船都上嚟，我哋都了，大家都去食飯看那個高雄港嘅夜景我相信安尼機會對於一個裝備來講，一無安樣人冇乜嘅好機會講，
咱讲生意特别带几年安尼，因为老人家7、8点都算无哦，即安尼机会可以每年去安尼无像那个体会啦吼，坐那个游艇啊，伫遐食饭哦，啊伫遐看风景，也真是无像那个体会。我唔错。啊，去年我哋就去年都带那种照片参加个老仙角，火炉花，老仙角，个那种个一个台型的那种个，等于是嘉年华会啦，许多台北巨蛋，台北巨蛋，去个参观去看人的表演。台档表演咧吼，全部咩迄老腔人老人家，伊佢人看到，哎哟，老人家個安排咯，人係年紀腔人哦，伊哋可以安尼，我也可以安尼，其實無形嘅當中就會非常大嘅一種嘅鼓勵啦，吼，非常大鼓勵，一種喺上週年嘅一種嘅通力啦，人生嘅一種嘅通力。今年我哋嘅願望計劃就係愛坐火車環島。前2日，充電喺東埔，喺東埔坐火車。坐火車吼，我哋係遊覽車停電，最近嘅行李啦，無法弄裝備吼，來那個行李沒辦法，所以我哋雖然裝備坐火車，不過係喺就台遊覽車停電我哋行，最近嘅行李啦，吼。當然幾耐時考慮到佢哋。已經坐2日嘞吼，再個坐那個火車，你台北坐到屏東來，那我都都感覺這個花錢比人再個坐高鐵多賺來，安尼時間都可以縮短，真極啦。然後強人吼，因為上頭可能要談到，伊哋咧順利講，哎喲，我去人哋環島吼，我沒有環島過啊，就是老人家就老人家環島嘅方式嘛，我哋就用安尼方式，不一定要環島，不一定也可以同爺孫嚟講，阿公家要來環島嘅喎，就安樣嘅吼。我哋明年以前可以平復啦，可以平復嚇，就係因為今年因為平復嘅那個消費處吼，伊哋來觀望我哋屏東縣嘅。關懷起點，我哋嗰種嘅體育站嘅款，研究來嘅時陣，伊哋也有講邀請我哋過去講好跟我哋明年嘅願望計劃都本啲人裝備坐飛機100分有料係樣嘢吼，無咁樣嘅方式啦吼。所以我哋嘅願望計劃都當然都分裝備有無相當嘅體會，佢唔係像一般嘅旅遊，現在可能都沒有拜拜啊，冇都查檔買藥嘅，都一種嘅方式啦。啲其他種本然有無相當嘅體會啊，你嘅體會係親子體會，唔係像安尼看天，去體會看啊，坐高鐵，我哋講去擼個票，騎到馬來當過，去坐那個遊艇。他無相當嘅方式本那個裝備去體會。可是我對你用家屬嘅想法來講嘅話，我感覺到講，咁冇事麻煩咯嚇，你繼續去煩惱佢啦。因為我知道按你談到我發現到講，哇，嗰種係啲家屬啊，真係會幾感謝。因為其實每個人咧經濟環境啊，嚇，無論講這個條件不一定完全同樣，有時帶20-30歲，真係要加過機性。唔單止講行長嘅設計啦，有時老人家要開啦，又行唔得啦，嗰時就變成講真係冇辦法去帶得去到，譬如講一人一啦，總統府啦，有些總統府要省搶，然後甚至講可以帶人坐火車去繞回台灣。嗰時其實嗰種健康嘅人咧，譬如講我係家屬嘅身份嘅話，嗰種健康嘅地講，爸爸媽媽平常我哋想。我哋萬歲送課用嘅有禮拜1到禮拜5留課送吼，然後一年又有一擺，我哋講戶外教學吼，另外一面自強活動吼，有年有團騰翩翩。我相信對於幾多年嘅家屬來講，一定會感覺到講哇，
也要杀起的啲管法技能，真係判到鬼勇士嘛，判到鬼好。剛才提講你佢種還有做過一啲本來應該做婚紗嘅一啲法通係咪？哦，呀，其實就係一種咱會做嘅願望計劃啦。因為我哋做婚紗吼，其實前幾年都經常做嘅，不過疫情嘅原因吼，明白去做政府都講，做唔得群聚嘅吼，都變安樣，所以鏡頭啦吼。要做安樣原因係講，因為我哋嘅裝備吼，可能伊連當時結婚都，我哋你下講嘅真是真精彩啦吼，無像厲害安尼哦。種都做按豐富、按澎湃安尼，可能剛剛啊，做下槍裝嘅衫吼，都加過來就開始做里做西了。所以當地人安尼年紀多嘅看到一家妹啊，看到一家嘅孫啊，做到安老嘅那個拍攝嘅婚紗又行那個紅地毯安尼。對於人來講，其實就係一種的憧憬啊！人可能也冇想到，人就應該會做婚紗呢，所以人都想到啦，講希望做日本人嘅裝備來做那個婚紗，來行那個紅地毯，到美方嘅時節都冇可能冇可能等於講第二幾年，等一家爸爸媽媽行入來樣，嗰時變成你全家人都搶下去參加一個安生態活動。香港電視啲這個基本上全家福嘅相片。嗰時沙期關懷起點嘅一個成立吼，唔單止係提供嘅一啲可以去互相去交流學習嘅地方，同時想同我哋嘅牧師講嘅，其實係一個地方，唔可以完成幾多這個夢想，同時可以去認為講他人可以強下去完成一件事情，把這個嘅人生過得更圓滿。經過感謝我哋牧師來到現場嘅分享度，精彩故事。多謝大家歡迎來了。休息一下喎，等聽下你先生來求我認同哦。北區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